自2025年4月29日，每日圣安宫读经，用心准备。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雅各书第7章第10到13节。尊贵的查某囡仔，你穿鞋下骹哪遐水？你大腿的曲线水亲像珠宝，是艺术家的杰作。你的肚脐亲像杯圆圆，有调和的酒不时满墘。你的腹肚亲像规堆的麦，有百合花为底。你两粒忍亲像一对鹿仔，亲像老母的双生囝。你的颔管亲像象牙的塔，目睭亲像希实本的水池，伫巴德拉并的城门边。你的鼻亲像黎巴嫩的塔，面往大马士革。你的头额悬悬，亲像加密山，垂落来的头毛是紫色。王的心，予伊甜地。我心爱的，你哪遐水，遐可爱，哪遐尼互人意爱。你的身材亲像椰枣树，你的脸亲像规拍的果子。我讲，我要爬起你这丛椰枣树挽果子。愿你的脸亲像规拍的葡萄。你的喙亲像苹果，遐尼香。你的喙亲像上好的酒，愿迄个酒流入我亲爱的喙，啉了骨喉。我想我亲爱的，伊所恋慕的是我。我亲爱的，来，咱来去野外。来去庄骹歇眠，咱透早起来，来去葡萄园，看葡萄不叶开花还未，石榴开花还未。伫遐，我要将爱情献予你。水晶果出香味，伫咱的门边有逐款真好的果子，规个身的拢有。我亲爱的。这拢是我甲你保存的，用心准备。伫4个意象中，新娘邀请新郎前往庄骹歇眠，伫遐有因共同的家园、丰盛的田产，佮堆放新娘储备的农作物伫厝门口，其中包含加米的果子。新的和旧的，新娘拢设置珍藏，可见新娘伫替准备迎接新郎来到的这件事顶面，下足侪功夫，耗费真侪时间，精心挑选甲珍藏，只为着伫两个人做伙美好时光中，通尽情享受。若将新郎和新娘的互动比评做上主甲人的关系，咱通反省的是，伫每一日的信仰生活中，咱是毋是有亲像新娘安尼，期待甲上主的相遇，佮提出认真积极的态度去准备，或者简单是马马虎虎虚应故事咧？笔者以家己的服侍经验做例，伫青年时期，虽然参与教会敬拜团的服侍，每一个礼拜拢花费非常侪的时间甲心力，和同工做伙团练、场地布置、服侍和收设备，但是伫准备服侍的态度顶面，并毋是遐尼严谨。譬如讲，
伫担任主领者的角色的时，往往是伫练习进前，才向公公秉找乐谱，找看当周要带领的曲目。伫后敬拜学乐的服侍，往往伫老草的情形下凊彩完成。随上敬拜团的服侍，除了团队斗阵练习之外，提早决定曲目是非常重要的。安尼，除了帮助团员提早熟悉诗歌的编曲和歌词，进入练习无同的乐器的搭配以外，也通借由事先聆听诗歌来祈祷默想，帮助家己亲近上主，这拢是必要的准备。其实，除了敬拜团的服侍以外，咱伫主日礼拜、各种聚会和每日的灵修顶面，也拢需要用相款的态度来面对。总是伫现今的教会现况中，参与礼拜、惯性迟到，甚至担任服侍却缺席的同工，通讲也有即款人。原因除了个人习惯以外，上关键的因素就是人无意识到家己所侍奉军队的上主是迄位大过通惊、超过咱认知范围的神。检采这也是为什么雅各甲上主比评做君王和神农，也亲像启示录甲教会比喻做基督新娘，拢是要互阅读者意识到，上主是尊贵，阁袂通轻慢的。捌听过一个互人感动的故事，有一位听主的老姊妹，对主日礼拜的准备是对前一日开始。拜六伊总是一透早就前往美容院设毒头鬃，暗暝先选好搭配过转工主日礼拜要穿的衫，放踮容易摕到的所在。以外，伊也将主日奉献的金钱，心中阁整齐，放踮奉献袋仔内面。礼拜对伊来讲，就可比结婚同款的重要，显示出上主伫伊心中的地位。这位长辈对信仰的慎重，甲发自心灵诚实的回应，值得咱学习。默想，伫聚会、灵修甲服侍顶面，我是毋是家己已经准备好？伫聚会、灵修甲服侍顶面，我是毋是家己已经准备好？做伙来祈祷。尊贵、拥有无上权柄的上主，因着你创造阮、救赎阮、应允甲阮同在，你是堪伫阮全然献上，就是我会全心全人奉主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